Hello，我係2022年4月以經營管理簽證移居嚟日本嘅阿 Sa。我嚟日本係追我嘅寵物夢，我係嚟日本追夢嘅。咁點解我會嚟日本追夢嘅？首先要追溯翻我學日文啦。咁當時我啱啱出嚟做嘢，真係啱啱出嚟做嘢最初期，咁又覺得每日除咗翻工之外，可唔可以學一啲新嘅嘢呢？咁就選擇咗學日文。咁當時係完全對日本文化冇特別認識，冇特別興趣，純粹係真係想學多個語言嘅啫。咁喺學日文嘅過程中，就了解日本多咗啦，就有興趣多咗啦，同埋嗰陣時就有睇日劇嘅。咁因為呢一切咁就去日本旅行。咁去日本旅行之後就覺得呢個地方都幾好喎，幾舒服喎。咁就申請 Working Holiday Visa。咁所以我係曾經以 Working Holiday Visa 喺日本住過嘅，亦都有一條片咧，我有講過我 Working Holiday Visa 同佢哋一齊住嘅過程啦、經過啦。咁就我用電腦啦，佢係全裸咁個胸咧，對胸喺我隔離行過。咁我係有呢條 video 有講過嘅。咁啊，同埋有交代我點解好短時間咁 Working Holiday 就完結咗翻香港嘅。咁如果你有興趣，你可以睇翻呢條片啦。咁之後 Working Holiday 之後啦，咁就去到2018-19年，我就嗰陣時2018-19年就想移居日本，搬去日本住。咁當時亦都因為各種原因啦，咁就冇做呢件事嘅，想但冇做。咁去到2021年，終於都遞咗經營管理簽證嘅申請啦。咁嗰陣時就決定唔得，我要去日本追我呢個寵物夢。去發我呢個夢，去發我呢個寵物王國、寵物事業嘅夢，喺日本要發生呢件事，我要去試一次。咁嗰陣時我就覺得我唔試，我將來一定會後悔。咁2021年決定交申請經營管理簽嘅時候，我係有考慮我嘅籌碼嘅。咁首先我嘅錢啦，如果比起2018年、19年嘅金錢咧，咁我2021年係多好多倍錢，雖然都係唔夠實現我嘅夢想嘅，但係未去到完全冇可能。咁另外就考慮我嘅人脈啦，咁啊因為我嘅 video job， 即係無論我同啲導演監製一直建立嘅關係同埋大家合作啦，可能我嚟到日本之後，都會有 video job 俾我做喎。咁嗰陣時就覺得我嚟到日本未必係冇收入嘅，未必係0蚊嘅，可能我 video job 都有錢嘅。咁同埋我 Kuro 啦，我嘅人脈嘅意思就係因為我 Kuro 係日本帶翻香港嘅柴犬啦，咁所以因為 Kuro 我同日本好多嘅柴犬界嘅老師啦、柴犬家啦有聯繫啦，亦都因為 Kuro 啦，我有幫大家搞寵物出入口，咁所以同其他日本嘅寵物出入口嘅人都有啲聯繫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人脈應該會幫到我嚟緊喺日本實現我嘅寵物夢嘅。咁所以我人脈啦，仲有我嘅名氣。我名氣就因為我寫 blog 嘅，咁我就寫日本嘅柴犬。咁我 blog 到目前為止應該有28萬以上 view 嘅。咁所以喺香港可能有少少，如果柴犬嘅話有少少知名度，咁可能亦都幫到我喺日本實現我嘅寵物夢嘅。咁仲有就係我打算啦，我出發嚟日本前已經做晒 research， 決定考我而家呢一個考咗嘅家庭動物管理師嘅，即係我出發前已經決定考㗎啦。咁因為以上嘅所有原因，就覺得可以行咯，可以去日本追夢咯。即都係嗰句，如果呢件事我唔做，我都幾肯定我一定會後悔點解我唔去追呢一個夢咧。喺我而家考慮晒所有籌碼下，係可以一試喎。咁我唔試，一定會後悔。咁當時如果我繼續留喺香港咧，我應該會有唔錯嘅收入嘅。咁最後我係選擇放棄一切。即係如果將來有機會可以講下我點樣為之放棄一切咧，即係都幾嚴重咁放棄一切去選擇追呢個夢。咁嚟到日本之後又遇到好多問題，即係如果你有興趣了解點解我追呢個夢，明明2022年嚟，點解到而家先講嘅？咁你可以睇下我2023年人生最差嗰一年呢一條片啦。咁又有講到當時我遇到好多問題啦，無論金錢啦、身體啦、做手術啦、所有啦、入醫院。咁所以將我呢個夢亦都褪遲咗好多。咁最後喺2024年嘅8
月9月啦，呢一個夢終於都有啲眉目啦。咁啊，多謝我投資者，冇去冇今日，多謝。咁我開初嚟嘅時候追嘅寵物夢啦，我嘅寵物事業啦，寵物王國啦，本身就諗會唔會係寵物酒店啦，同埋擴大我寵物出入口嘅事業嘅。咁最後了解晒日本嘅寵物文化價值同埋使錢狀況咧，咁就最後開咗呢一間貓 cafe。如果你而家問我呢個日本追夢咧，而家只係開始咯，仲未圓夢，仲未實行緊添，只係一個開始。之前做嘅所有嘢都只係準備功夫咯。呢個就係我夢，我追緊嘅夢，貓 cafe。希望呢度將會成為小樽嘅全新景點啦，世界各地會有更多嘅人嚟啦。咁就除咗旅行嘅時候食玩買，就有其他體驗啦。佢哋可以由我啲貓身上面，亦都由佢哋俾我啲貓身上面互相啦，治癒心靈啦。咁我亦都希望呢一度係一直存在咯，即係無論係10年、20年、30年，甚至乎100年都一直存在就好啦。我啲貓又一直喺度健健康康、開開心心咁成長，呢個係我嘅寵物夢啦。咁喺我事業上，我都希望呢度係 settle down 得好穩定，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，可以長久存在、長久夠錢又賺到錢。咁我剩翻嘅時間，希望可以陪骷髏咯，即係骷髏今年11歲，柴犬嘅命只能夠15、16歲。我而家係完全無悔地去追呢個夢。而家無論呢一個夢想嚟緊結果如何，我都係無悔。即係而家我係早上7點幾起身，夜晚7點幾離開呢一度，然之後翻到屋企沖完涼，仲要繼續諗鋪頭啲嘢或者做鋪頭啲嘢，好攰，每日都好攰，但係我覺得好值得，即係好陶醉呢件事裡面啊，仍然係好開心。咁所以我好希望我追緊嘅呢個夢係會有更好嘅成績。咁希望大家嚟北海道旅行嘅時候，可以嚟小樽呢一個全新嘅貓 cafe、貓傳說之町，傳達愛、感受愛、治癒心靈。嚟睇下呢一個喺日本追夢嘅香港人，而家嘅寵物夢嘅 starting point 係點？多謝你哋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